球隊啊，咁傑志方面咧，咁佢哋近排嘅狀態係唔錯啦，咁啊排喺小組嘅首位喎，咁啊嚟緊禮拜3就會咧係迎戰啊緬甸嘅萊比都。係啦，呢支港版巴塞咧，第2場咧就迎戰啊印度嘅聯賽二哥葡拿嘅，即刻去睇一睇啊！2014亞洲足協杯 H 組第2輪嘅賽事啊，由傑志主場迎戰印度聯賽亞軍葡拿。咁啊，傑志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前鋒巴倫古素啦，同埋中場林家偉兩位咧都係焦點球員啦。咁啊，至於對手就有7號前鋒梅森巴，亦都係危險人物。咁啊，藍衫咧就係傑志，至於咧黃衫咧就係作客嘅葡拿。咁今場傑志咧就係雖然有主力助敵缺陣㗎，咁啊而黃洋等主力咧就係先做後備，咁但係冇影響咧就係爭勝決心嘅喎。開波無奈林家偉中圈附近咧就跌入禁區，咁啊陳文輝突破越位，可惜咧就係黐個波落嚟唔係咁好啊，浪費咗呢個入球良機啊！傑志今年喺聯賽嘅火力咧都好強㗎，聯賽打咗15場，但係已經有45個入波。話口未完，傑志又有 chance 啦，左路嘅攻勢就俾對方嘅守衛攔截到，哇！葡拿交個醫院波俾龍門，徐德帥偷咗個波，可惜角度太窄啦，掃翻去中路已經俾對方守衛杜侯斯咧包翻個位，無功而還。咁徐德帥咧佢自己都好失望啦，呢一球守衛回傳呢亦都太細力啦，唔俾人偷到咧就假啦。咁好彩杜侯斯自己勤力包翻，如果唔係咧就做埋罪人。嗱，傑志上半場嘅氣勢好強啊，又一次左路嘅配合啊。咁今場客串中場嘅列斯奧咧就係助攻上前，殺到去禁區前呢，就係傳俾巴倫古素。巴倫古素回後之後咧冇人看管嘅列奧斯大腳一抽啊！29分鐘，傑志領先1-0啊！咁啊，列斯奧平日咧都係打開中堅嘅，但係今場客串中場效果唔錯喎。一輪嘅狂攻之後咧，就係幫助球隊取得領先嘅優勢。咁啊，列斯奧賽前咧都有啲出疹嘅症狀啊，咁啊，但係就冇影響佢今場嘅表現啊。呢球波咧就俾到佢攞到個近柱位，咁龍門咧就係撲到盡都救唔到啊！好，我哋又睇睇客隊嘅攻勢先啦。見到呢度左路咧就猜翻去中間，咁陳文輝接到個波就反手為攻，咁分個波咧就分去右邊就俾徐德帥。徐德帥恰到好處嘅一個傳中，揾到高人一等嘅巴倫古素，43分鐘近門頂成2-0。咁呢一位身高1.86米嘅西班牙前鋒咧，哇！真係入球停不了啊！聯賽打咗13場咧，但係已經入咗15個波，嚟到亞協一樣冇留手，2場入咗2球波，兼有助攻，相當之全面嘅一位球員。咁而助攻嘅徐德帥今日咧亦都非常之搶眼喎，喺邊路出波都非常之有威脅。不過傑志咧都未可以放鬆㗎。咁啊，葡拿下半場咧就換入新加盟嘅澳洲 U23 前鋒柏夫盧域啊。咁啊，呢位就係佢啦。咁啊，上下一心啊，打算係強攻喎。咁啊，見到咧就係傑志助教鄭兆聰都指手畫腳啊。咁啊，相當之緊張。咁啊，就係想爭取到呢個罰球啊，就可以整多粒。咁啊，傑志右路開出罰球啊，個波斬唔起喎，咁啊碌到入禁區，咁啊葡拿守衛咧就改變方向咧，就係去咗左禁區，張建峰嘅左腳緊緊係射斜嘅咋。咁啊呢球張建峰搞唔掂就慘啦，咁事關幾分鐘之後咧就係客隊後備入替嘅古馬同打過保頓，咁啊仲有利雲特嘅梅森巴咧就呢度嚟個撞牆，傳個地波去到尾柱，哎呀！傑志守衛大漏，冇人看管嘅柏夫盧域輕鬆撞入啊！55分鐘追成較接近嘅1-2，呢球張建峰冇跟到柏夫盧域入禁區，令柏夫盧域可以咁輕鬆咁樣鏟入咧，就係絕對係鑄成大錯啊！3分鐘之後，葡拿再嚟過喎，咁中場附近大腳交咗去左邊，咁就交咗俾古馬。咁古馬呢度咧吸咗幾下之後咧，就交翻出嚟俾丹布爾呢一位印度 U23，右腳射向近處，幾乎考起黃正鵬啊！咁傳波嘅古馬其實都只係23歲嘅啫，相當之後生㗎。咁而葡拿嘅教練啊，呢一位史路爾咧，曾經就係荷甲維迪斯嘅教練，一啲都唔少嘢㗎。咁啊，睇翻傑志嘅攻勢先，咁右路咧就係一輪混戰啦。咁
曾錦濤咧就底線傳中啊，陳文輝咧就後上撞射，個波啊僅僅高出咋。呢個波唔入咧就係相當可惜啊！睇到曾錦濤咧就係入到禁區個步伐咧就有啲亂，調整唔到，唯有咧就係夾硬左腳係抽高嘅咋。咁時間咧剩翻唔夠半個鐘，葡拿開始咧就有啲心急嘅啦。咁傑志禁區頂控波，哇，好肉酸啊！呢一腳鏟波，見到葡拿嘅隊長15號嘅艾達科迪卡咧側邊咁殺埋去喎。要人要波立低咗林家偉，呢球冇牌咧都算係偷笑㗎啦。禁區頂，傑志攞到個罰球，張劍鋒彎個地波去近處門前彈地，門將呢就拍出唔遠，巴倫古素咧想話執雞，門將及時擒住。張劍鋒呢一球波咧處理得好靚啊！咁知道今場波咧個草地比較濕滑，於是咧就射個彈地波，好在門將艾連達咧夠專注先可以保住呢球波咋。傑志咧就可以話係乘勝追擊啊！呢一球咧就係碰碰撞撞咧就係之下就俾到林家偉攞到。佢一個直線咧就係殺到入禁區，揾得空晒嘅巴倫古素啊，單刀嘅巴倫古素拖咗幾步先射，角度太窄啊！俾艾連達出嚟咧就封晒佢射門嘅角度。呢一次咧就係巴倫古素老貓燒鬚啊！因為個波威到埋口邊都食唔到，佢自己當然係唔滿意啦。雖然傑志上一場就叻仔啊，5-0大勝新加坡嘅但賓尼㗎，不過啱啱呢個黃金機會都把握唔住咧，哇！如果真係俾人追平咧，咁就唔怪得邊個啦。咁呢一度古馬左路角草式傳中，費蘭迪斯攝到個近處位，近門撞入，74分鐘2-2打成平手，話都冇咁快。印度大國嘅古馬換入嚟之後咧，果然令到葡拿呢一邊嘅邊路進攻咧係生猛晒啊！呢個波咧又係靠佢嘅靚助攻，加上細細粒身高1.67米嘅費蘭迪斯攝下，咁就又一球啦。主場嘅傑志咧就點會咁易放棄啊？黃洋咧就罰球斬入禁區，頭槌頂翻去禁區頂之際咧就係徐德瑞窩裏抽射，艾連德咧就係再一次救翻客隊啊！28歲嘅徐德瑞呢球窩裏射得好有功架，只不過咧就未能夠過到對方門將艾連達。亞協杯咧就上場葡拿就小組賽2-2咧就賽和咗納比都㗎，而呢一場暫時嘅賽果都係2-2，睇下咧可唔可以反抵成功啊？而呢邊咧就係傑志嘅攻勢，徐德瑞再嚟啊，左邊斬入去揾巴倫古素，巴倫古素頂到啊，可惜個波咧就響柱邊咧就係出界，巴倫古素係豎起隻拇指啊俾徐德瑞㗎。因為徐德瑞呢場本嚟係打到最前嘅，後來教練安排佢拉邊啊，效果都好明顯見到啦。亦都係將個防線拉到散晒，先至可以咁輕易係俾到巴倫古素頂到呢一球波咋。之後又係咧就係傑志嘅攻勢，今次徐德瑞咧就係左邊地波啊俾到陳文輝，陳文輝咧就係 set 後俾張劍鋒右腳一插，門將咧就係再次做英雄啊！傑志今場中籠咧就有11次，但係咧都未能夠增添紀錄啊！而結果啊，呢一場咧就係賽和2-2，賽後傑志就係得到4分，依然排喺小組榜首。自己有少少大意啦，咁上半場領先2球，咁下半場我哋開局開得唔好，咁之後俾人追翻2球，而家打和都即係當然有少少唔滿意啦，但係而家嚟緊我哋做2場主場，咁而家即係了解對手之後，覺得我哋嘅實力都應該喺對手之上啦，咁即係我哋小心啲應付，同埋始終個賽程比較密啦，咁分配得好啲，我哋覺得出線都樂觀。下一節有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港隊備戰情況，仲會有世界巡迴賽睇。我中意數銀紙嘅，啲錢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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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係好爽嘅。就佢打成我咁樣嘅，30蚊。呢有2萬，記得叫你追波追慢啲，掹人掹鬆啲啫嘛。呢個仲係咪我哋嘅香港？
廉政行動2014製作特輯，3月29號晚9點半，第一集4月5號晚9點半。好開心啊！好開心啊！真係開心